大家好，歡迎返嚟 Home Theatre Guru。今日我哋會睇下 Anthem 同埋 Arc Genesis。我會示範點樣進入你部 Anthem 同埋由零開始設定。之後我哋會用 Arc Genesis 將呢套系統調校到發揮出極致嘅音效。我同 Audio Advice 有合作關係，可能你睇唔知。如果你喺嗰度買 Anthem， 佢哋其實會幫你調校埋個檔案。你可以將你個檔案傳俾佢哋。佢哋會做翻我哋嘅呢條片入邊做啲嘢，幫你調校好個檔案再傳翻俾你。而且佢哋嘅客戶服務真係一流。如果你願意嘅話，幫襯客佢哋用我哋聯盟連結，我會好感激大。好啦，第一樣你要做啲嘢就係恭喜你做咗個好決定，買嘅部 Anthem。首先恭喜你先。首先我哋要將佢連上 WiFi 咁樣，我哋先可以同佢溝通，上載我哋嘅 Arc 檔案同埋進入個處理器接收器入邊。如果你用緊Apple 裝置，即係你部手機，你可以用 AirPlay 咁做，或者如果你係用 Android 機，你就可以用 Google Home。當你設定好之後，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就搞掂晒，已經連好線啦。係咪好簡單呢？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要登入去。我已經將我嗰部儲存咗喺度，即係寫住 Anthem AVM70 嗰個。但係如果你喺你個熒幕或者顯示器，其實你可以直接行去你部接收器同處理器嗰度，佢個 menu 就係。明白未？跟住轉個旋鈕，一路轉落去，直到見到 Network and Control 網絡與控制，佢個 Select 選擇喺嗰度，你第一眼見到佢就係 IP 地址。網絡狀態會顯示一個 IP 地址俾你，直接將嗰個地址，即係嗰啲數字連埋咗點打入去。記得要打啱嗰兩樣嘢，將佢輸入你個網頁瀏覽器，好似 Google 或者其他瀏覽器咁樣就會直接登入到部 Anthem。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呢個畫面呢。好啦，我哋而家嘅主區域 Main Zone 個分頁度，正如你所見，我哋可以控制 Anthem 嘅開關。我啱啱將佢熄嘅，所有嘢都變咗灰色，因為已經連唔到線啦。等我將佢開翻。好，AVM70 呢部機仲有一個第二區域 Zone 2。咁所以對於第二區域，我哋可以喺呢度開關同埋調校音量之類嘅設定，你都可以用遙控器咁做呢樣嘢。咁我哋而家去一般設定 General Setup 嗰度，我而家只係用緊主區域咁。我呢度喺第二區域，呢度只係我嘅影院。你可以隨便改個名，我將我嗰個改做 Theatre 影院，話 Apply 套用呢，你就幫你部 Anthem 改個名啦。所以如果你用 Google Home 或者其他類似嘅嘢，佢就會顯示呢個名。你可以設定語言，你可以僱用英尺或者米金做距離單位。主音量黑度，我意思係，我覺得大家都係用 dB 嘅。好啦，我將我嗰部設定做20分鐘後自動熄機。如果 Anthem 收唔到信號，佢就會自己熄機。你仲可以設定顯示屏只係顯示音量或者顯示所有嘅資訊。我會話你知，例如佢收到咩音訊，同埋而家係用緊咩輸入呢樣嘢，你都會見到。如果係Dolby Atmos 嗰類咧，你都會見到咧，或者係其他咩格式都好。你都會喺個熒幕上面見。好啦，呢個係關於你個熒幕顯示。有啲處理器係冇呢個功能嘅，好彩我哋呢部有。所以如果你調校音量呢，你就可以喺你個投影機或者電視熒幕上面見到呢。如果你係用16:9嘅，你就啟呢個；如果你係用2.4:1或者 Scope 比例，你就啟嗰個。至於熒幕資訊呢，你可以睇熄咗喺你電視熒幕上面就咩都睇唔到。或者你可以佢淨係喺主區域顯示，又或者兩者都顯示，即係話我只係用緊個區域。所以其實佢哋所謂，我就由得佢預設兩者都開。僱主區域呢度你可以設定開機嗰陣嘅音量。我將我嗰部設做-35，即係話你可以隨便設做你想要嘅音量。你可能唔想一開機就震耳欲聾，我就唔會設做-10或者-15 dB， 因為嗰個音量都幾大聲，你知啦，可能會嚇親人噶嘛。至於最大音量，我將我嗰部設做-10，因為我唔想有人入粗亂咁搞壞個系統。講真，我從來都唔會開大過呢個音量，所以對我嚟講，咁樣已經好足夠。不過呢樣嘢你可以隨你中意點樣設定都得。咁至於輸入源呢，你可以睇翻上次用開嗰個，或者設定做每次開機都用你指定嘅輸入源。咁所以我哋呢間房亦都有用 Harmony 遙控器，佢會幫我設定好輸入源。好啦，Zone 2我哋冇用到。不過設定呢，基本上都係大同小異。靜音控制，你可以設定靜音嘅時候將音量降低若干分貝，
或者直接設為完全靜音。呢度我哋就直接設做完全靜音。咁而家睇下喇叭設定。好，喺呢度你可以見到有唔同嘅設定檔 profiles。呢個其實係第一個設定檔，我將佢改咗名做影院，所以你可以入咗呢度，隨便改一個你中意嘅名。如果想嘅話呢，我哋可以將佢改翻做設定檔一。呢啲設定檔可以設定做唔同嘅聆聽位置，譬如話你有2排座位，你可以設定一個前排座位，佢設定檔，再設定另一個後排座位嘅設定檔。而家當我哋進入 Arc， 我哋其實可以喺嗰2個位置分別進行空間校正，佢會分別為 A 同 B 進行校正。所以 A 可以設定做前排， B 可以設定做後排，每一排都會有完全獨立嘅測量數據，並且會應用喺呢啲唔同嘅設定檔上邊。另外，你亦都可以設定做兩聲道，譬如話我哋去到設定檔2，想將佢設定做純兩聲道，我哋只需要將呢啲全部熄晒，淨係留翻前面就得。好，你唔可以全部熄晒，最少都要有主聲道，所以主聲道喺嗰度係啟動嚟嘅。如果我哋嘅超低音喇叭就冇咁樣嘅，就會變成兩聲道。如果你有全頻坐地喇叭，而你又想你嘅設定檔2係咁樣設定嘅話呢，如果係設定檔1，我哋呢度設定咗做影院模式，但如果設定檔1係前排，設定檔2係後排，你2個設定檔都會用到所有喇叭，但分別在於你會用 Arc 嘅2個唔同嘅聆聽位置進行測量，所以分別就係喺你坐喺邊度就攞翻對應嘅設定檔，所以都幾簡單。正如你喺度見到，我哋有4個設定檔，呢樣嘢幾正。好啦，呢度下面係我哋嘅距離設 Arc 會幫你設定好晒，佢已經喺呢個空間做晒嘅功夫，所以所有嘢都已經設定好晒。音量水平，每當我哋喺執行完 Arc 之後設定房間嘅音量水平，我哋都要確認翻成套系統嘅音量係咪匹配。呢度有個好正嘅工具，你唔需要任何外置咪高峰嗰啲，或者話你需要嗰支 Arc 專用咩，即係跟機送嗰支，但係你唔需要其他額外，你唔需要用到 Room EQ Wizard，冇非常準確。我哋會用 Arc 嘅工具嚟做系統音量匹配，確保所有嘢都完美對齊。我哋仲會對幾個聲道做嘅微調，呢啲係我建議嘅，不過我哋遲咗先講嗰部分。跟住落嚟係輸入設定，你睇到呢度我有3個輸入，你去呢邊準備編輯嘅。你可以隨便改個名，套用咗，話俾佢知係邊個視訊輸入，即係你部擴音機或者處理器後邊係邊個插口，仲有係點樣接收音訊。我哋呢度係經 HDMI 接收，當然你亦都可以用同軸或者其他方式。不過喺呢度，我哋係話俾佢知音訊係同 HDMI 第3嘅視訊一齊傳送嘅。跟住呢度係喇叭設定檔，我哋啱啱講過設定檔啦。假設我哋有個兩聲道設定檔啦。咁我哋就可以喺設定檔2，記住呢個房入邊呢，我哋一直都係用緊劇院呢個設定檔，即係成套完整嘅系統。但如果我哋有個只係得2個主喇叭嘅兩聲道設定檔，我哋可以將佢設定做設定檔2。呢個可能係 CD 機或者類似嘅嘢，咁樣就會係我哋聽兩聲道嘅模式。一轉去嗰個輸入源，佢就會自動切換到嗰個設定檔。呢個功能幾正。好，而家喺呢度。我哋要話俾佢知，當收到唔同輸入嗰陣要做嘅呢個設定會令佢哋所有聲道播放，但你可以睇翻維持單聲道，無論喺原本係咩聲道，佢都會維持嗰個狀態。不過我哋會喺全部聲道嚟到呢度係立體聲訊源嘅模式預設，呢個聽落其實真係幾好。Anthem Logic Cinema， 不過你可以喺呢度任何一個 Anthem Logic Cinema 效果其實做得好正，好多聲道。咁呢個究竟係做乜嘢呢？係冇嘅，我哋而家將佢設做 Dolby Surround， 所以如果訊源係 Atmos 格式，佢就會用 Atmos 嘅播放。如果佢係咁，我哋係可以喺 Virtual X， 但係如果你套系統擺位擺得好，即係好似你將佢 Atmos 喇叭擺位擺到好似錄音室咁，又唔會同底層嘅主聲道太遠或者太近，搞到嘅聲混埋一齊，你知啦。只要你有足夠嘅分離度，無論你播咩內容，Dolby Surround 聽落都會好正。咁如果你知啦，如果你個高度聲道系統擺得唔好，Atmos 聽落就唔會咁正。但係呢個唔係系統嘅問題，呢個係擺位嘅問題。所以如果你有一套擺得好靚嘅 Atmos 系統，Dolby Surround 就係最好嘅選擇。
所以如果唔係 MOS 格式係5.1或者7.1嘅話，DSU Dolby Surround Mixer 就會幫你做 mix， 咁可以將音效升頻到 9.1.6， 即係呢部處理器做到乜嘢？佢仲支援埋 Wides 側置聲道，而且我必須講佢處理 Wides 嘅效果真係好正，所以就算係5.1聲道咧，就聽落都好震撼。我平時長開 Dolby Surround， 因為無論播咩內容，佢處理出嚟嘅效果都係好到離譜，聽落真係好正。咁所以我自己會一直用呢個設定。當然你可以自己試下玩唔同嘅設定，你未必有，你啲系統報告可能更適合某種格式，例如 DTS:X、NeuralX 或者 VirtualX。而家喺呢度呢，我哋可以話俾佢知呢，記住而家嘅輸入設定，可以話佢知我哋想點輸入，我哋而家喺邊度。4K 播放器需配合 Anthem 空間校正，若果關閉此功能，切換輸入嘅時候將無法使用。我哋想用空間校正功能，即係 Dolby 音訊後處理呢樣嘢，喺擴音機上面已經出現咗幾十年。你知啦，佢哋以前有咩電影模式或者體育館模式之類呢？其實就係咁簡單，只係加咗層 DSP 上去啫。你可以試下佢邊個嘅模就保持原樣，有電影、音樂同埋夜晚模式。夜晚模式會壓縮音訊，建議用嗰陣小心啲，佢會切走低音或者未必會切走高音。我其實未測啦，我唔會用嗰個功能，但係佢肯定會切走低音，因為夜晚嗰陣你知啦，你唔想嘈醒鄰居或者邊個嚟緊角嘅人。咁當然啦，呢度有聲畫同步 lip sync， 呢個就幾易明啦。我暫時未遇到咩輸入增益 input trim。如果你有邊個輸入源音量比較細，你就可以喺呢度調校低頻濾波 Rumble Filter， 呢個係針對低頻部分，你可以調校濾波嘅位置。呢個功能呢，就係用嚟切走嘅低音啦。有啲人唔中意喺聲去到太低頻，我個人覺得15赫茲以下會造成太多室內失真嘅頻率太低，會搞到個空間好嘈，反而會令你哋嘅投入嗰段內容。呢樣嘢我哋喺 ARC 入邊某程度上都做到，所以提提你留意下呢個工具係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覺得低音太重，你可以入去調校下，試下10、12、15呢幾個數值，聽下效果啲，睇下你覺得點。喺網絡分頁入邊呢，下邊有啲關於觸發器 triggers 嘅選項，你可以試下呢個功能呢，設定觸發器。而家設定係處理器一開呢，就會自動開埋擴音機。雖然我個畫面睇唔到呢，但下邊仲有儲存、載入同更新呢幾個選項，得嘅。好，呢度係封體更新 firmware update， 你要確保呢個功能係開住嘅，知唔知？咁樣可以確保佢保持咗最新版本。呢度係測試版 beta 更新，呢樣嘢你未必想試，或者你想試都得。你會好似做白老鼠咁，但係好處係好似之前唔係好耐之前，或者其實係幾個月前啦，有個更新終於令到 Anthem 或者 ARC 可以將你所有喇叭進行雙位對齊 Phase Align。嗰個係大家期待已久嘅重大更新。如果你有開測試版更新，你就可以早過其他人用到。所以呢樣嘢你可以考慮下。但係呢啲更新有時會有啲臭蟲 bug，所以如果你想穩陣啲呢，就唔好開呢個選項。當然啦，你亦都可以喺嗰度檢查更新。依家你已經設定好晒所有輸入你啱啱儲存同命名嘅唔同區域嘅設定，仲有嗰堆設定檔 profiles 之類嘅嘢。如果你想備份晒呢啲嘢，你只需要匯出 export 就得啦。正如你所見呢，佢啱啱已經匯出嚟，仲直接入咗我個下載資料夾，所以你可以去嗰度將佢儲存落嚟，改個你中意嘅名都得。話說翻轉頭呢，如果萬一有咩事，你要將部 Anthem 送去維修，拎翻佢嗰陣，如果入邊嘅資料被清空嘅，或者你唔小心洗機，又或者因為某啲原因需要重設，你只需要再入翻嗰個檔案，咁你之前設定好晒嘅輸入同埋我哋啱啱睇過嗰啲嘢就會全部翻晒嘅。好啦，而家我哋要睇到 ARC Genesis， 所以就喺你個網頁瀏覽器度打呢個名，搜尋一下，佢會帶你睇到 Anthem 嘅網頁，向下捲動，咁你睇嘅聲，無論你用緊咩裝置，睇翻就得啦。咁我哋就下載 ARC Genesis， 下載完之後，我哋就打開咗。呢度會話你知一啲最新嘅更新，同埋你知啦，佢哋修復咗啲咩問題。喺下邊呢度會顯示你最近用過嘅幾個檔案。如果你之前有用過嘅話，如果你係第一次用，呢度就會係空白。好啦，我哋有 Quick Measure， 我哋陣間會講到呢個功能呢，真係超正，係其他牌子好少有。
好啦，咁呢度我哋要喺單位用英制。喺呢度我哋要睇翻我哋嘅喇叭。如果你有天花喇叭，或者你有擺位正確跟足角度嘅 Atmos 喇叭，我唔係話要同主喇叭成一直線嗰種，而係你真係知道佢哋擺咗咩角度，咁你用前置天花同後置天花喇叭就會得到最好嘅音效。就算係書架喇叭都冇所謂。喺呢個房入邊呢，佢哋其實就係書架喇叭啦，擺位先係最緊要。如果擺位正確，你就要睇前置天花同後置天花喇叭。當然，如果你有頂置、中置、top mid 咁樣，佢就冇嗰個啦。頂置、中置其實係屬於高度2 height 2，而你嘅頂置、後置或者話你嘅後置天花喇叭咧，就會係高度3 height 3。好啦，而家我哋有啲測量 A， 如果你睇下呢度，我哋仲有其他測量可以做。我哋有測量 B 同測量 C， 仲有測量 D， 總共4個。記住，我哋最多有4個設定檔，所以每個設定檔都可以做唔同嘅測量。依家去設定檔 B， 將佢開啟，咁樣就會俾到我哋另一組測量數據。記住，設定檔1或者話測量 A 呢，係我哋嘅主要設定檔。喺呢個空間入邊呢，呢個會係減氣嘅主要聆聽區域或者主要聆聽設定。好啦，設定檔 B 或者呢度後邊嘅測量 B， 呢個就會係第二個設定檔。可能呢個係後排嘅聆聽位置，所以可能我哋會用晒呢啲喇叭，但係咧收音咧就會係基於另一排而唔係前排。我哋會將所有喇叭保持原狀。咁如果係兩聲道設定檔，我哋就會去取消佢選所有喇叭，淨係留翻前面嗰對喇叭。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有一個大超低音嘅兩聲道聆聽設定。假設有2個設定檔，但係其實佢留意角落個超低音，嗰個只係做樣啫，佢只係話俾你聽，喂，我哋有一個超低音。你個超低音未必一定喺前面角落頭，我哋仲需要做少少功夫。我哋需要去度下由前左主喇叭到我哋聆聽區域中心耳仔位置嘅距離，即係話要到正中間呢個位。如果你兩邊分別擺咗2張凳嘅話呢，通常你都係會攞翻正中間嗰個位嚟坐喺。而家如果係以你為中心，其實以你為中心都冇問題嘅。如果你想只係針對某一個特定位置，可能你坐喺中間，或者坐喺中間稍為偏咗少少，你可以度下嗰個位嘅距離，嗰個就可以係你嘅主要聆聽位置，將所有嘢都聚焦咗嗰一點上邊，以你坐嗰個位做基準係完全冇問題。而家喺呢度，我哋可以喺房入邊測量幾多個唔同嘅位置，你可以佢最多去到10個位，我就建議喺5到8個之間就夠啦。喺下邊呢度啊，你要睇你有幾多隻超低音喇叭，睇完之後就冇繼續。好啦，揾唔到麥克風，呢個喺 Windows 入邊幾常見，特別係如果你啱啱更新完嘅話，係有方法解決嘅。但係系統更新會搞亂你個設定，到時你要翻轉頭再整個。其實好簡單啫。我第一次遇到呢個問題嗰陣呢，我就即刻上 YouTube 揾到 Spectactech 嘅 Barrett 拍咗片。首先大家都要多謝 Barrett，因為個方法真係好簡單，但係如果你唔知點揾呢，就真係唔簡單，仲會搞到你發嘅。你搜尋一下裝置管理員，揾到啦，跟住你要向下揾音效、視訊同埋遊戲控制器，揾嗰個結尾係 USB Audio 嘅，就係呢度。右鍵點擊嘅，停用裝置，搞掂啊！咁樣佢就會揾到你支咪啦。好，而家係時候開始測量啦。第一個位置咧，大概就係你喺熒幕上面見到嗰度，即係聆聽區域嘅中心，亦即係成個房間嘅中心。咁我哋繼續啦，我哋會將支咪放喺嗰度，對準坐低嗰人耳仔嘅高度，即係你坐低嗰人個頭或者對耳嘅位置咧。確保佢哋俾任何家私、椅背或者類似嘅嘢遮住啦。而家當你望向底部，你會見到嗰度寫住 ARC 準備好測量相對延遲。佢會用咗主聲道作為時間參考，所以佢會先播咗主聲道，跟住播右主聲道、左主聲道、中置、左主聲道、寬置、Y、左主聲道環繞聲。去用嗰個左主聲道嚟做時間參考，呢樣嘢真係好正，亦都係 ARC 好耐都做唔到嘅功能。大家一直都等緊嘅有呢個功能，因為 Direct 一早就可以做到。而家 ARC 同 Direct 兩者都做到啦，呢樣嘢咧就令到 ARC 追翻上嚟咧，
同 Direct 處於同一個水平，而且 Arc 仲有啲 Direct 做唔到嘅功能，我哋陣間會講下。好啦，而家去到第二個測量位置，而家呢個位我係測量緊我平時坐嘅位，我係坐喺中間偏左嘅位置，我太太就坐喺房中間偏右嘅位置，所以而呢個步驟呢，其實係將個咪放咗我對耳嘅位置，即係我平時聽咗嘅高度。我哋唔想測量其他地方，至少喺最初嗰幾個點要攞對耳嘅位置。而家我哋正採樣緊成個聆聽環境啦，嘗試緊 Arc 係嘗試緊去分辨邊啲係房間嘅聲學特性，邊啲唔係。喇叭應該係準確嘅，但實際測量結果同熒幕顯示嘅唔一樣。嗰個係呢個係室內測量。當你見到有人貼出一張室內測量圖，而且條線係完全平直啲，佢哋一定係亂嘅，搞個喇叭先整到咁樣係唔好嘅。因為呢就好似你攞住自己把聲入咗一間房，然後經你把口發出呢啲掃頻信號一樣，聽到喎一聲，有人嚟圖表會話唔得，要修正房間引起嘅波動，於是佢哋用 EQ 調整，其實係改變咗你原本嘅聲音，咁樣嘅聲源就唔再準確啦。我哋唔想咁做，所以咧就係我哋喺度做緊嘅嘢。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喐動呢支咪嘅原因。我哋係喺度採樣緊個環境，我哋係喺度採樣緊，即係話人頭位置附近嗰個範圍，我哋唔想做得太盡。而家如果我哋用好似 Rumo 計算機呢類工具去擺放超低音喇叭，你知啦，我哋可以喺唔同座位之間得到一個唔錯嘅響應，即係話我哋嘅聆聽位置對於超低音、對於低頻都有相似嘅響應。我哋可能會知道嘅，我哋正前方、後方一尺或者前方一尺嘅位置會有一個抵消點嬲。我哋唔想將支咪擺喺我哋知道有問題嘅地方，好似3號位嗰度嘅，嗰度可能係我哋膝頭哥或者攤低嗰陣對腳擺嘅位置。我哋唔想喺嗰度採樣，我哋可能知道嗰度會有個抵消點嬲，我哋唔想將嗰部分納入採樣範圍，所以我哋想將佢保持咗我哋知道嘅嗰啲駐波問題或者超低音問題嘅位置。所以呢個你知啦，我會擺喺你坐低嗰陣嘅位置附近。你知啦，頭先嗰兩個可能係你攤低嗰陣量度佢。而家我哋要揾個坐低嗰耳仔嘅位置，可能係攤低嗰個位前面1尺左右。你知啦，就係要大概知道你喺邊個位，你唔好擺得太闊。我哋只係喺個聆聽區域嘅樣本，唔係成個房間。好啦，而家係第4個位置，同樣喺我哋後邊。我哋永遠唔會坐喺後邊，所以我唔會擺得太後，大概6到8寸。如果你想要嘅話，就擺咗頭後邊。你知啦，如果你想嘅話，如果你知道嗰度嘅駐波問題，如果你知道你後邊1尺有個聲學零點嬲，咁就要好小心，唔好太靠近嗰個位。喺細房入邊呢，我哋擺位要好精準，要將聽眾喺頭部擺喺啱啱好嘅位置，所以要小心，唔好擺得太遠。如果呢度係一個好大嘅開放空間，好似大客廳咁，而你會周圍喐緊，你可能要考慮下呢點，因為你嘅聆聽區域會大啲。你知啦，如果你想嘅話，你可以將支咪擺喺聆聽位置同埋正中間嗰個位之間。咁你間房點樣佈置啦？你其實只係喺度採樣緊個聆聽區域啫。我想話俾大家知，當我將 Arc 支咪插落電腦嗰陣，佢直接取代咗我講嘢用緊個支咪。我完全冇諗過呢樣嘢，即係話嗰下真係好蠢。所以當我喺度調整緊間房嗰陣，你睇係聽唔到我講嘅嘢。而且我嗰陣已經儲存咗個檔案，當我搞掂晒或者執好晒嚟嘅之後，我就儲存咗。所以我唔想再翻轉頭重新度過我間房，所以呢，我直接上 Facebook 咧，佢哋 Home Theatre Guru 嘅 Facebook 專頁，我問佢哋個 Arc 原始檔案，而家嚟緊呢就係呢個，佢係第一個話俾我哋人，所以我會處理佢間房嘅設定，搞掂再傳翻俾佢。不過我哋而家喺個檢閱 Review 按鈕先，喺我哋之後做咗所有設定入邊，嗰條黑線都會係目標參考線，永遠都係嗰條黑線。好啦，而家呢度條紅線呢，就係喇叭測量出嚟嘅結果啦。無論係我哋定係呢位仁兄採樣房間 ARC 對前左同中置喇叭得出嘅結果都係咁樣，即係嗰條紅線。而家 Arc 預設會將 EQ 調整到去5000赫茲，即係呢度嘅5000K。好啦，而家我哋放大咗嘅，不過呢，嗰條綠線一直緊貼住條黑線，直到5000赫茲。跟住你睇下佢嘅響應。而家我用 Rue 測量佢哋確認一下，結果就係咁樣。
所以你流失咗所有高頻部分，由5000赫茲開始，佢就直接跌落嚟，即係話去到10000 K 嗰陣，雖然我哋聽唔到10000 K 以上嘅高頻，但係咁樣聽落去都唔會好聽。假設咁啱啱買者咧對喇叭，佢哋自己間房試緊呢啲新喇叭，佢執行嘅 ARC 聽落去唔好聽，呢啲喇叭完全冇高音。你知啦，高頻嗰邊好似缺咗咁嘅，一路落嚟，你知啦，即係呢啲喇叭可能係好喇叭嚟，唔代表係呢對喇叭嘅問題，只係個空間校正需要做，需要完成。如此情況下，ARC 同出邊大部分空間校正軟件一樣，你知啦，佢哋都唔係最理想。我哋需要優化我哋嘅空間校正，入去整一啲微調同修正咁樣，佢會好大程度冇改變個房間嘅聲音，所以 ARC 係冇問題嘅。我哋需要入去搞一搞嘅中置聲道啊，即係你睇下嗰度好大啊，呢度係10分貝嘅區間，又你知啦，呢度係70，呢度係80，睇下呢邊嗰個真係好誇張。咁所以左寬聲道都係同中置聲道一樣情況，即係話冇成個房間都係冇，因為我哋睇下嗰個左環繞聲道，所以佢哋環繞聲高頻能量，當物件喺房間入邊移動嗰陣，佢哋空間感定位聽落一定唔會好。不過我哋唔可以淨係針對呢位仁兄嘅房間，因為呢種情況非常普遍。而問題係，因為 ARC 只係會做5000以下嘅 EQ， 其實只係 EQ 到5000唔係咩大問題。有時你甚至未必想 EQ 到咁高，有時你可能需要 EQ 到盡。我哋要睇下先。不過我哋需要做嘅調整，去修正嗰啲嘅被 EQ 嘅部分，將成個目標曲線拉翻順，令到成個過渡平滑，唔會出現呢啲大幅度嘅跌落。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搞掂嘅嘢。佢第一個分頁係設定喇叭，設定檔 speaker profiles。我哋而家有設定檔1。如果你記得之前我哋提過唔同嘅設定檔，你可以整一個雙聲道設定檔。ARC 已經喺呢個位置導晒所有喇叭嘅數據。如果你喺呢度測量 A 嗰個就係測量，我哋之前做嘅測量 A。如果我哋想要測量 B， 即係要喺完全唔同嘅位置進行測量，例如用翻同一組喇叭，但係佢第二個位度測，好似第2排或者係另一個主要聆聽位置，可能係同一排，但係你坐嗰個位就好似你可能坐喺中間偏左之類個位，嗰個就會係測量 B。但係我哋而家嘅測量 B， 所以佢唔會俾到我。你知啦，根本冇呢個選項。ARC 只係喺一個聆聽位置或者一個聆聽範圍度做測量，因為我哋係咁樣設定嘢嘅。好啦，咁我哋可以隨便改呢個設定檔個名，叫佢做 HTG， 即係 Home Theater Guru。咁樣嗰個人上傳嘅時候就會知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整緊嘅設定檔。不過你可以用翻測量 A 嘅呢個位度測出嚟嘅數據，如果你想嘅話，你可以再整多個設定檔。我哋可以去下邊呢度嘅設定檔2，我哋可以將佢開啟，跟住所有喇叭就會出現。ARC 已經測量過我哋嘅。好啦，咁我哋可以入去呢度。將呢個改名做 Two Channel 兩聲道，唔得嘅唔俾你打晒成個字，入唔到個 L 字，佢就叫 Two Channel 啦。咁而家我哋就設定好嘅兩個設定檔啦，一個係成套系統用嘅 HTG 設定檔，另外呢，我哋仲會整一個兩聲道嘅設定檔。咁而家我哋可以去呢度嘅喇叭。而家呢個 HTG 設定檔，我哋想喺呢個設定檔入邊播放所有喇叭。呢邊嘅設定檔2係兩聲道嚟嘅，所以只要簡單啲將我哋唔想要嘅喇叭熄咗，佢就得。當然啦，前置喇叭係必須嘅，所以熄唔到。好啦，咁而家就設定好咗一個兩聲道嘅設定檔啦。好啦，咁而家我哋睇繼續啊。就可以開始進行嗰啲設定啦。而家我哋唔會整第二個設定檔啦，因為我只係想示範俾大家冇點樣整啫。其實好簡單嘅。咁當然啦，如果嗰個兩聲道設定有唔同嘅測量數據呢，我哋就會咁測量 B， 因為我哋咁做 ARC 測量嗰陣呢，會將嗰啲數據命名做 B。咁你唔單止可以嘅喇叭，仲可以好輕鬆咁，你想用邊組測量數據嚟做嗰個設定檔。咁我哋而家將個兩聲道設定檔熄翻嚟，因為我哋唔需要嘅。好啦，既然我哋熄咗嘅，佢而家就喺呢個畫面消失噶啦。而家我哋去調整目標呢個位，我哋暫時跳過先。我哋陣間會翻嚟講。好嘅，
佢條黑線就係我哋嘅目標，左邊呢條就係我哋嘅超低音喇叭，右邊呢條就係我哋嘅喇叭，即係 LCR 同環繞聲嗰啲，唔係超低音。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想佢哋喺房入邊測出嚟嘅效果，或者係我哋想佢哋跟隨嘅目標曲線。呢個基本上就係你喇叭嘅音色。我哋會想佢哋全部都盡量跟住呢個頻率響應，咁樣佢哋聽落就會差唔多聲。我哋唔想見到有啲喇叭高音好勁，有啲就完全冇高音，因為嗰啲係頻率凹陷或者類似嘅問題。呢度係要調整嘅地方。講下房間增益 room gain， 佢只影響左邊部分，佢唔諗到左邊基本上就係將超低音調大調細，即係成個聲道咁樣。依家佢亦都會影響到喇叭低頻嗰邊嘅響應，你哋啲好似將成個頻段拉高咁。咁所以呢度我哋會設咗大約2左右。依家呢個目標曲線係平直嘅，平直嘅聲唔好聽。我哋幾十年嚟一直都知道，人耳需要一條房間曲線 house curve 先會聽落自然好聽。低頻嘅傳播距離遠嗰陣，流失咗能量嘅高頻咁多，所以如果我哋只係用平直嘅響應，聽落係唔會啱嘅，聽落真係唔啱。咁所以呢，我哋要調整呢個目標曲線。幾十年嚟都有唔少研究，其中一個比較近期嘅就係 Harman 做嘅，佢哋做嘅盲測，揾出一個聽落好聽嘅目標曲線。其實以前都有唔少人做過呢樣嘢，咁所以話呢啲都唔係咩新鮮事。但係佢哋個目標曲線其實你知啦，聽落就係好聽，所以呢，我哋會用 Harman 嘅目標曲線，然之後模仿嘅。呢個未必會同原版目標曲線完全一樣嘅，所以如果有人見到話你呢度爭咗0.5個分貝，我哋只係模仿緊個目標啫。我哋喺呢度做嘢嘅聽落會好正，但係你確實係需要微調啦。咁所以我哋陣間會講下嗰啲微調，我哋繼續去調整多啲測量數據。房間增益中心頻率，我哋將佢調低到150。你可以睇到佢做緊咩？當我調高咗，佢會提升低頻啦。我覺得有時啲人聲，特別係低音，如果調得太高，聽落可能會比較粗糙。深低音增強。好啦，呢個房間增益功能將成個超低音區域都提升咗